大家好，又係我中指人。睇片之前請訂閱、俾讚、留言分享俾朋友，仲要記得開埋鐘仔，每次有新片都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。多謝晒大家支持。尋日香港影視界傳嚟令人痛心嘅消息，著名武術指導唐佳喺2025年6月23日喺佐敦一棟大廈墮樓身亡，終年88歲。警方初步調查認為，估計因為妻子雪梨患上咗胰臟癌，情緒低落下而選擇輕生。唐佳原名黃唐，喺60年代香港著名武術指導，同已故嘅劉家良師傅係當時香港武俠電影黃金時代嘅重要推手。而雪梨原名叫洪雪梨，香港資深女演員，兩人喺香港娛樂圈裏面係一對知名嘅模範恩愛夫妻。2020年，雪梨完成咗 TVB 合約之後，正式宣布息影，結束同無線電視23年嘅合作關係。今年年初，79歲嘅雪梨被診斷出患有胰臟癌，需要住院接受治療。胰臟癌係癌病殺手前3位，治療過程非常艱辛，同埋存活率唔高。最令人熟悉嘅患病者，蘋果教主 Steve Jobs。雪梨診斷患癌嘅事實對唐佳無疑係沉重打擊。據佢哋嘅親友透露，唐佳曾經向兒子表示自己情緒低落，甚至表達出希望同雪梨一齊去嘅念頭。唉，就喺尋日6月23號，唐佳原定去律師樓簽署遺囑，出發前就由佐敦住所墮樓身亡。警方喺現場冇發現到遺書，但綜合各方面信息，初步判斷唐佳係因憂慮雪梨嘅病情而情緒低落，最終選擇結束生命。唐佳嘅去世，對仍然喺醫院同病魔搏鬥緊嘅雪梨，情況更加令人擔憂。呢對形影不離56年嘅恩愛夫妻，依家被逼陰陽相隔。雪梨唔單止要面對治療，仲要承受失去摯愛嘅痛。雪梨係60年代粵語片武打女星，1966年佢哋喺電影《女黑客木蘭花》片場相識，唐佳當時擔任武指，雪梨係當時得令嘅女主角。佢哋相戀咗3年，喺69年正式結婚。雪梨完成手頭上嘅片約後，就息影專注家庭。佢哋同好多香港人一樣，80年代尾全家移民加拿大，因唔適應加拿大生活，90年代就回流香港。雪梨係97年復出加入 TVB， 專營角色，專注演好母親、婆婆等配角。我中指人之前其實對雪梨都冇乜印象，對佢最有印象就係喺創世紀裏面做葉榮添嘅阿媽，因為當時工作關係都冇乜睇電視劇。13年，雪梨喺無線電視劇 On Call 36小時第2集獲得傑出演員大獎。2020年，雪梨就因健康問題正式息影。根據網上資料，雪梨每逢係無線拍劇集時，老公唐佳都會一直喺佢身邊做跟得老公嘅角色。唐佳呢位曾經喺邵氏電影公司工作，同劉家良齊名，亦係張徹導演嘅御用武指。代表作有《少林傳人》、《洪拳大師》、《獨臂刀王》。而喺76年，導演楚原改編古龍小說嘅《天涯明月刀》，唐佳為主角傅紅雪設計咗一把可以360度旋轉嘅快刀。呢個創意連原著作者古龍都嘆為觀止。唐佳對兵器嘅痴迷同創新，成為唐佳武指風格標誌之一。唐佳同雪梨嘅愛情故事，開始於銀幕上嘅刀光劍影，終於現實中嘅生老病死。佢哋用半個世紀時間證明同埋解釋咗俾我哋知，乜嘢叫鶼鰈情深嘅真正合意。夫妻之間唔單止只有順境嘅甜蜜相伴，同時亦包含逆境中嘅不離不棄。唉，唐佳選擇呢種方式離去，或者會有啲爭議，但無可否認家中有人患病，另一半照顧者又真係好大壓力㗎。奉勸各位，如果有問題有壓力解決唔到，記住要求助下其他人，就算只係揾人傾訴下，都會揾到出路，可以救返自己一命。呢段跨越56年嘅愛情傳奇，同佢哋參與創作嘅經典影視作品一樣，永遠咁留喺香港文化冊裏面。好啦，今日係咁先，記得訂閱、俾讚、留言分享俾朋友，記住開埋個鐘仔，每次有新片都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。多謝晒，我哋下次見。